现在高雄市完全不会考量封城的问题，我已经连续讲了6次了，在过去几天时间，我是丰臣秀吉的弟弟，封城不止。我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要封城？我觉得好奇怪。谢谢新闻界好朋友，我已经大概说了6次了吧。现在高雄市完全不会考量封城的问题，今天我在讲第7次。我讲第7次，我身为高雄市市长，维护高雄市民朋友的健康安全是首要任务。但是，现在高雄市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封城。为了怕误解，我再说一遍，放慢速度。高雄市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到封城。有人说我是丰臣秀吉，这样来嘲讽，我已经连续讲了6次了，在过去几天时间，我是丰臣秀吉的弟弟，丰臣不及。我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要封城？我觉得好奇怪，酸言酸语、抹黑、造谣一大堆。为什么一个防疫正确的工作、正常的工作投入的时候，要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赋予一些奇怪的抹黑呢？我今天在讲第7次。封城茲事体大，对高雄市民整个生活跟经济活动那个打击跟影响是不得了的，所以高雄市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封城。今天我讲第7次，希望明天不用再讲第8次。第二，医护人员反对，可能他们因为误解联署，所以刚才跟大家报告很清楚，其实只有3个重点：一，感恩的心，非常感谢他们；2，自愿参加；3，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同意。就讲完了。我们对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尤其是在这高风险的这4000多位，还有其他相关的2万多位医护人员，以及本府第一线投入的环保、民政、交通、教育等等这些第一线的高雄市政府的同仁，我们都心存感恩，也谢谢市民朋友的配合。国军官兵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海军敦睦支队在执行任务中，部分官兵感染新冠肺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对国军战力产生许多质疑和舆论的压力。我身为海军司令，责无旁贷，要表达最诚挚的歉意，一定肩负起最大的责任，带领海军官兵渡过难关，维护属于军人的荣耀与自信，重拾国人对海军的信任。在此，我也请国军官兵与国人一起为正在与病毒奋战的国人同胞与官兵祈福，也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付出。海军是国军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是一家人，有血浓于水、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革命情感。而此时此刻，我们最关心的是官兵们的身体健康，以及军心的稳定、战力维持，让大家继续坚守岗位，把保家卫国的责任做好。此次专案调查小组初步的调查报告，其中湛江2位同仁调离现职，是为了后续配合案情的调查与事实真相的厘清，展现我们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要让全体国人知道，3军一体，如手如足，没有人可以分散我们的力量，分化我们的感情。国军是团结一致、合作无间的战斗体。过去，我们携手度过许多的困难，确保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福祉。现在这一场与病毒的作战，在军民携手同心下，我们必将赢得胜利，欲请国人与官兵安心。现在，我们的敌人中共正在大肆宣传国军遭受重挫，也期待我们产生战力的下戏，
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国军面对敌人的威胁，绝对不会有丝毫的松懈。所有的战备演训还是维持正常进行，保持最强的战力和战备，坚守岗位。我们用行动证明，中华民国国军手不会放，情不会淡，心不会散，有误失，但是不会退却，会跌倒，但是不会气馁。我们必将会克服横逆，成为更勇敢的国军。国军是国家安全的守门员。面对疫情，我们要守住关键的时刻，期待全体国人、国军弟兄姐妹及眷属，让我们一起加油，团结一致，携手同心，向前迈进，战胜病毒。谢谢大家。